各位晚安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。我係江偉。一道低壓槽今日繼續係影響住南海北部同埋廣東沿岸㗎。首先同大家睇下雷達圖像。而家喺南海北部啦，同埋沿岸地區啊，唔少地方都受到同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影響㗎。不過本港方面咧，今日暫時呢個驟雨就唔算太多。最主要喺下晝嘅時候啦，喺新界西北部流浮山個頭啊就落過長雨。不過呢個雨量都有超過成10毫米㗎。至於最高氣温方面，由於日間個天色都唔錯啦，所以普遍都上升去到31、32度以上㗎。大範圍少少同大家睇下衛星圖像。而家喺華南沿岸啦，同埋南海北部啊，見到個雲量都相當之多㗎，而且咧仲有啲對流發展。其實呢度廣闊雲帶啊，就係同低壓槽咧係相關㗎。預測啦，呢度低壓槽啊喺未來幾日繼續會係喺南海北部啦，同埋華南沿岸度徘徊㗎。咁所以展望未來幾日，本港嘅天氣咧仍然會係唔穩定，而且咧不時會有啲驟雨添。另外由一啲雲量雨量嘅預報啊，更加係顯示啊喺南面有啲雨區啊，去到星期六日嘅時候啊，會進一步挨近香港㗎。咁所以預計本港特別去到週末同下週初嘅時候啦，雨勢有時仲會頗大添。咁各位咧要注意啦。至於個詳細天氣預測本港今晚同埋聽日啦，會係大致多雲啦，有幾陣驟雨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，氣温係介乎27至到31度，吹和緩嘅偏南風。至於展望方面啦，由於受到低壓槽影響啦，所以展望啊本港係下個禮拜喺週末同埋下週初咧會係有雷雨啦，雨勢有時仲會頗大添。咁各位如果打算進行啲戶外活動咧，就記得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。好啦，今晚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拜拜。